Hello， 大家好。如果你正在揾一部返工夠高效率、放假追劇又夠超嘅全能筆電，今日一定要同大家推介呢部性價比極高嘅2合1神機 Lenovo Yoga 7 14IL7。第一眼見到佢就會被佢標誌性嘅 Comfort Edge 圓弧邊緣同風暴灰全鋁合金機身吸引，拎上手非常溫潤貼服，重量只有大約1.45公斤。輕巧之餘又好有質感，帶出家用完全冇負擔。而呢部機最正嘅地方係佢呢塊14寸 2.2K 高解像度嘅觸控屏幕，佢採用咗16:10黃金比例，睇網頁或者做文書處理可以睇到更多畫面，加上有100% sRGB 廣色域同 Dolby Vision 認證，色彩好豐富。最貼心係佢仲通過咗低藍光認證。長時間煲劇或者做嘢，對眼都冇咁易貴。作為 Yoga 系列，佢當然可以360度隨意翻轉啦。平時做嘢用筆電模式，食飯追劇就1秒變身帳篷模式，接埋仲可以變成一部14寸嘅大平板，支援10點觸控，不論係簽文件定係畫圖都非常方便。效能方面，佢配備咗第12代 Intel i50 核心處理器，搭配 LPDDR5 高速記憶體，日常開10幾個網頁或者文書處理都順暢無比。內置嘅512GB PCIe 4.0 高速固態硬碟，開機或者開大檔案都係秒速完成，速度非常爽快。無論你係學生、上班一族，定係需要靈活工作嘅 freelancer， 呢部 Yoga 7都絕對係你嘅完美神隊友。而家 OB House 仲只係賣緊3000幾蚊，又係 Intel i5 又觸屏，而且仲係 Lenovo 嘅 Yoga 系列添，你仲唔即刻行動？我哋出售嘅高質陳列品型號，外觀媲美全新機，整體質量絕對有保證，係性價比極高嘅選擇，而且包括咗1年人工年零件保用，以及全港首創嘅7天包退保障。如果你唔滿意，都可以喺7日內退返俾我哋，保障十足，令你買得安心又開心。